备案。干嘛？喂，哎，大设计师啊，你知不知道备案的事情？他怎么了？他啊，所有的存款拿去投资股票，全赔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因为他爸爸的事情，急着想要把钱凑齐吧。好啦，我只是跟你讲一声，记得打个电话关心他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等下会打给他。他现在应该很慌，很需要人家说说话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下。先这样吧，拜。老板你好，哎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花送人，你可以帮我配一下吗？好，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向？你觉得19、20岁女生会喜欢什么样的花？请问一下，她是你的学生呢，还是员工呢，还是？她是我的女朋友。哦，先生真是一个好的男朋友。那请问一下，是生日呢，还是有什么特别要庆祝？不，也，其实送花也不需要特别挑时间嘛。不是有句话说什么“爱要及时”，不是吗？啊，是，你真是一个好的男朋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帮你配一下粉红色的玫瑰好吗？女生都被喜欢粉红色。那大概2000块怎么样？好的，谢谢。好，稍等我一下。试一下啦！你去看电影吧。那我们先走喽。我们先走，拜拜。是啊，感觉很厉害。好啊，看电影。可以聊聊吗？你哪来的车啊？租的。你干嘛租车？你不是喜欢有车的人吗？你够了没？好啦，开玩笑的。盼盼，你还没走哦？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我最近在学开车，突然想到了你，想说过来，好好讲清楚。我们之间没什么话好说吧？我没有求过你，今天就当做我第一次求你，让我把话说完，我也好把这段感情放下。说完话，会不会再烦你？可是我等一下有事。一下子就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上车聊。OK 啦。
可以快一点吗？快啊，快快！贝安，你干嘛？你还好吧？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干嘛突然进来啊？我打电话你不接，我敲门你又不理我，很担心你知不知道？啊，我就是在家打扫家里听音乐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所以你都知道了？所以你还是不想要我帮你？已经不是让不让你帮的问题啊，重点是你可以帮我多少？现在已经不是200万可以解决。如果啊，你真的需要我帮忙，我还是可以帮你。可是我真的还不起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。希望你对你下一个女朋友会好。我们真的没机会了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要下车。你干嘛？我话还没讲完之前，你不准下车。我现在就要下车，赶快开门。我刚刚说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原来你刚刚说了有事，是因为他。赶快给我开门！我不要。有什么话可不可以下来再说呢？我说你个头啊！你赶快停车！你不要开那么快啦！闭嘴！你不要这样啦！安静一点！危险的，慢一点好不好？有完没完啊？阿明，你够了！不要甩掉他。你这样很危险的。还好吧？哦，你开那么快做什么？你不知道这样很危。